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全新嘅 U Online 嘅節目啊，適者生存啊！阿 Sam 借呢個節目咧，同大家講關於一啲經驗啦，希望大家有啲得着啦。因為其實社會，我希望大家同隔離鄰舍都能夠打開個多啲關係啦，知道樓上樓下嘅資源啦。其實呢個空間咧，有機會係大家以後揾生意嘅模式嘅。好多時候大家都想揾生意賺多啲錢啦，但係個問題而家開始因為有 Internet 嘅出現咗，效率好緊要啊，所以小區經營係其中一個慳時間嘅嘢啦。同埋如果你做嘅公司都係喺自己屋企做嘅 home office，你慳咗好多租金啦，咁令到你個成本降低，咁你個危機亦都係減少嘅。咁亦都喺 Online 嘅平台咧，建立咗一個小區嘅模式，俾大家附近啲人睇到你嘅服務啊、產品啊，呢個好緊要㗎。咁喺上一集咧，同大家講咗好多建立客戶嘅關係啦，好緊要嘅喺小區經營裏面。你唔能夠建立到關係，你就冇咗啲客戶啦。所以自己個名咧都好緊要。點製造到你自己個名個名譽地位？你咩優勢？係好緊要，因為你做所有嘅嘢，大家周圍嘅人會知道。即係以前喺啲鄉村都係啦，邊個有咩事發生咗，全條村都知道嘅。所以你自己做得好嘢，成條村都會知道。但係特別係做得唔好嘅嘢，更加多人知道啊！所以你要做個小區經營，你自己要執得好正，做得好正經。你要建立一個好嘅關係，一定要做嘢要堂堂正正咁啦，唔好古靈精怪啦。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。第二樣嘢就係要提供一啲增值嘅內容啊。點樣增嘅？因為而家喺 Internet 裏面咧，你有網站啊，你亦都有 WeChat 嘛，你應該不停咁咧係將一啲嘅資訊啦，有啲平嘅嘢啦，有啲好嘅嘢啦，新嘅嘢啦，有啲係啱嗰個客戶嘅嘢咧，你要不停咁將呢一啲 information 俾佢哋，成為咗你哋一個廣告群啊，俾佢哋知道你而家嘅進度啊，或者有咩改動啊，有咩新產品，呢個非常之緊要嘅。另外關於個社交嘅媒體互動咧，因為而家以前就大家電話啦，或者 pager 啦，咁而家電話加埋有 platform 啦，做生意咧，你都要將好多嘅 platform，要將你嘅活動啊、你嘅資訊啊，同你嘅客戶分享。你嘅客戶其實慢慢地咧，都唔係話客人啊。生意嘅來往，有可能係朋友嘅來往，所以你哋要諗一諗你個平台所做嘅嘢啊，有陣時即係差唔多成個 family 啊，擺上個 platform 俾人睇，對人哋對你嘅信心啊，所以自己要喺個媒體上面，而家其實真係好蓬勃，你靠個媒體已經做到好多廣告，做到好多關係，唔需要話電視機報紙啊，大家做廣告嘅模式都改變咗。搜集同埋利用人哋投訴或者反饋嘅嘢，我哋都有嘅。每一季咧，盡量 collect 翻一啲客戶嘅 feedback 啦。有咩嘢係可以改善咧？可以增值啦，或者係減散啲啦。呢個係要考慮嘅。每年俾自己一個目標，點樣改進，令到增加你多啲嘅客戶係好好。最後一樣嘢就講關於可以做一啲活動啦，將你嘅客戶連埋一齊啦，將客戶同你打成一片啦，可以搞下燒嘢食啦，可以搞下啲 party 啦，可以飲下嘢啦。呢啲都係增加客戶關係嘅好嘅模式嘅。嗱，如果今日大家對阿 Sam 所講嘅嘢有乜嘢好嘅提倡咧，可以 send 過嚟 info@uonline.com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